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6，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南7股早起有4个工人伫溪运边仔采收蛤蟆，要用吊车吊起来时，去卡着高压电线，造成3个工人红电死。国内今仔日新增加36000多的本土病例，死亡21例，中重症49例。另外，莫德纳次世代预防车月底有200万人的到位。国内疫情有严悬的趋势，6都拢针对中秋连假，互外航班提出管制措施，上北的和平公园袂使航班。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是新增加36393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49例，死亡个案21例。死亡个案内底有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伊本身长期有慢性神经系统的疾病，去化掉了后，大病院7天就过身。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桃都啊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本土病例今天有36393例，那境外移入有314例。今天新增21例的死亡个案，这是一位16岁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女生本身是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卧床那因为蜂窝性组织炎跟肺炎的关系而住院，在住院当中虽然经过治疗，仍然不幸病况恶化，在9月2号的时候过世。12到17岁的青少年追加剂，那它的接种间隔本来是5个月，那我们在这次 ACIP 会也是调整成与基础剂对剂或是基础加强剂之间间隔至少3个月以上，就是有关 Novavax 的部分那12到17岁的青少年的接种，那可以接种2剂的基础剂，2剂的间隔至少4周以上。那另外也可以提供这个12到17岁青少年的追加剂的接种。不过，因为我们这个只是昨天 ACIP 会议的一个结论都要视我们疫苗供应及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接种作业安排时间另行公布。因为即阵咱国内疫情有严悬的趋势，6都即马拢有针对中秋连假户外航班的活动提出管制措施。亲像伫上北的和平公园是无开放航班的，若台南甲高雄嘛全面禁止伫公园内底航班，若桃园甲台中是有限定区域。早起9点外，打响的温体乌迪巴已经特别备了。中秋航班大会特别到位，肉片透早就互民众扫了了。暗过受台北市禁止和平公园航班，也无建议放假航班。八环高层说来去几天生理可能最少受影响。就是前几天会买，会有人买，对，多少会有影响就是说看每个人的想法。因应国内疫情欠悬，6都对户外航班活动拢有管制措施。其中上北的和平公园无开放航班，桃园市只有凤凰山公园航班区用航班。台中开放2个户外航班所在，台南市甲高雄市维持原来公园绿地管制措施，原本就袂当航班。按过民众家己伫厝内底航班是无限制。对大家都好，因为在外面人多。怕疫情，然后又不卫生，对空气又污染。1年就烤肉，烤这么一次，对不对？我们又是说1年4季就是都可以，就是那个，只是说应个景而已啦。我们不鼓励群聚烤肉，你在家里烤肉不会管你的但是那种什么轰街的那种什么万人烤肉活动，这个是要避免。表示今年派人加强巡逻和平公园，若违规航班列车款都无必听，研罚惩治到6000。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中秋聚会活动防疫指引，也建议无注疫苗的老大人、囡仔甲免疫功能无好的族群，爱避免中秋群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 BA.5 的疫情有严悬的趋势，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莫德纳次世代预防车第1阶段是会提供予60个岁以上的时段，若第2阶段是开放予医护人员甲航空业的机组人员注射，而且要自进前爱甲前一档中午爱让3个月。疫情指挥中心即马表示，上紧伫9月底就有200万档会送到咱台湾。因应本土BA.5疫情欠悬，甲边境开放政策，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注射组 ACIP 专家会议初步决定，莫德纳次世代疫苗会先予脆弱族群来做，各分2阶段进行。第1阶段做的对象是65岁以上老大人、长照机构住民、18岁以上免疫不全甲免疫低下人。第2阶段是第1类医师人员、机场港务甲居家检疫工作人员、航
航空机组员、船员、机构照护人员、50到64岁大人，甲18岁以上因为外交公务等工作需求出国的人。长照机构的群聚，那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然后它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个案得到感染，它的死亡率跟重症率又比较高，所以长照机构也纳入比较优先的对象。李炳彦表示，这款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原始都 BA.1 的双价疫苗，会依照小数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资料，应提供18岁以上民众做第3期、第4期、甲第5期对家使用。按过无适用第1期、甲第2期基础疫苗，而且甲前1期疫苗隔时间至少要3个月。目前疫苗量够，也让大家都可以打。再参考其他国家，目前次世代疫苗也都是在隔3个月左右，或是有人已经接种了第4剂，你还是可以再接种次世代。如果隔了3个月的话。指挥中心表示，上近9月底会有20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到货，细节议员咧甲厂商参详当中，也有可能有更较侪支。第一阶段有希望到货了后开始做，第2阶段启动的时间，都看民众是毋是有真侪人来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南7股早起要7点的时，有4个工人伫溪运边仔采收蛤蟆，要用吊车吊起来时，吊车的手骨去夹到顶面高压电线，全造成3个工人红电死。若吊车嘛规台烧起来。消防车赶到现场的时阵，吊车伫大火内底一直烧，周边拢是乌烟。台南7股6号透早要7点的时候发生公安事故，一台吊车无细意交到顶悬的高压电，因为现场有落过雨，涂骹是淡的。吊车边仔3个工人当场互对地6600伏特的高压电电甲倒伫涂骹，随吊车烧起来。现场也不敢涉水，因为这个电压如此之高哦，就算用水雾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就是达到阻隔电的效果，它会造成救灾人员跟车辆的安全上的风险。高压电增加拍火的难度，消防队赶紧通知台电来断电，才有法度来拍火。根据了解，现场4个工人有3个是爸仔囝，其中2个兄弟甲5岁工人不幸死亡。4个人是半暝1点外的时候来溪湾采收蛤蟆，想要到透早收工的时阵，要将水内底蛤蟆采收机吊起来的时阵发生意外。因爱换迄个文革采收机用吊管台，爱小可甲换一个人。我来是这边人啦，我是金班开有啊。对，金班开啊，我嘛看阮说人生有班开啊，但是伊可能涂骹有电源嘛是倒的。家属伫现场毋知影要安怎，因为2家家境拢无介好，原本是要趁中秋蛤蟆要赶出货的时阵来趁钱，想袂到煞发生意外。目前得胜的黄姓爸爸已经互带转去派出所做笔录，事故原因该等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台南报道。那新北市的永和昨昏时发现一件分尸的命案。警方接到报案，讲有人失踪。昨昏时专工去一带的所在，因兜去找找，全发现遗体。死者那亲像是一个50多岁细娘的查甫人，伊的身躯有一寡所在，互分尸了后已经放行。目前警方是锁定死者阿兄涉嫌重大，不过伊的阿兄目前是找无人。有一位女性最近一直联络不到一个男性的朋友，随后决定报案。警方接到报案，其这个查甫人伫咧永和区地光过大所在，一家门展开，发现一具已经死正个被分尸的尸体，有一寡部位找无。那到现场初步确实有闻到异味。那在紧急救援的情况下有开门进入勘查。那初步有看到一具遗体。那目前身份还在辨识中。死者疑似跟他家人住在一起目前身份还在厘清。送去伫车顶的尸体，敢若就是失去联络50几岁姓娘的查甫人，因为现场门锁无被破坏，一个带做伙死者的大兄怎么找无人？警方目前锁定伊有重大嫌疑，继续追查。没有如果有闻到就在找了。他本来就怪怪的，所以怎么说？他不跟我们讲话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觉得怕？当然是心里毛毛的，回家要找伴。因为案情正特殊，警方已经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也通知死者其他的家属来指认身份，并且调监视器画面调查案情。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咱国防部昨暗时表示，到昨下晡5点为止，有发现17架中国的军机、4架中国的军舰伫咱台湾附近，其中有9架军机超过台海中线。国军嘛头摆公布中国大型的无人机是安怎飞的，有一架 BZK-007的无人机飞入来咱的西南空域。在伫中共民用无人机连续侵扰金门等外岛的时阵，国防部初5表示，到迄天下昼5点为止，侦获共计17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阵地西南空域9架次。大致注意的是，扰台共机包括一只 BZK-007无人机，这也是国防部伫初4头一摆公布无人机一架次出现了后，进一步公布无人机的型号甲伊的航迹。那它的用意大概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它就是联合海空军的这个航空兵力进行这种战场的征收，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就是战术上的一个训练。军事专家表示，中共民用甲军用无人机侵扰咱国的4khu位空域，拢是属于准军事行动，造成对方内部心理上的威胁。这是中国行伫无清楚地带的主要目的。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讲，咱国反制中共军用无人机甲民用无人机的防制战机无同。如果是军用的无人机入侵，那速度更快，好，那我们飞得更高。如果是军用无人机要带有那种入侵领空的话，我们当然是我们当然是有防空系统嘛，就防空飞弹导弹，那个是可以去打他们。另外，针对行政院伫2019年协定要求，国内各大机场建置无人机防制系统，林俊宪批评。桃园机场建设案原地施工3年拢无进步，佮拍算比较松山机场已经使用的中科院系统建置。不过，松山机场系统伫验收测试标准真低，烦恼无法度应应相关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地图威胁咱台湾，咱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专工去花莲视察第一线陆海空的国军的基地。中秋大家团圆，也毋过咱的国军爱守护家园，袂使放冷，所以总统伫今仔日冒去分中秋的加菜金。用无同款的姿势，伫4-50秒以内完成实弹射击。陆军今年开始推行实战化射击训练，透过障碍帮内部去实际战场复杂的环境状况。战斗的过程中，并不会只有一直固定在同一个点上做射击，可能会有接敌运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那过程中一定会喘，或者甚至要变换射击姿势。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推行这个实战化射击的训练。总统蔡英文初6日透早来到花莲国军的南部营区视察训练状况，嘛勉励国军颁发中秋加菜金。蔡英文连暝来到花莲空军基地，和国军兵官共桌食饭。空军马上礼物红仔加 F-16V 的帽仔给蔡英文。蔡英文伫致辞内底嘛特别表扬女性上尉会官周婉纯。像我们在座的周婉纯上尉，也曾在共机扰台之际，肩负起紧急升空拦截的任务。这证明不分性别、不分军种或岗位，每一位官兵都是承担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的一员。这2个月，中共解放军的威胁是愈来愈悬。蔡总统透过秋节的勉励，顶礼拜去到平湖，今仔日来到花莲，希望提升咱第一线国军官兵的士气。以上是记者林书豪、谢桂玲伫咧花莲的采访报道。再来关心选战，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伫今仔日提出长照政策。伊讲，伊要伫台北的联合病院伫半冬内，伊要增加500张长照的病床。若无同志黄珊珊是推出都市再生政策，而且佫宣布讲，前内政部长国民党的李鸿源要做伊的竞选总部市政总顾问。也若民进党的陈市长原本是要伫新生桥开篮球场，甲前球星陈信安拍篮球，也毋过说互保全以球场爱遵守行政中立的原则，甲伊挡伫外口。尾安尼体育局是表示讲，是一个保全其5月行政中立的规定。
长照3支箭，用心挺安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初六提出长照政策，国要先提悬公卫补助，利用现有台北市的联合病院系统，半年以来伫5个医区增加500张长照病床，而且鼓励私人企业加入计划。虽然需要搁聘新的照护员，但是人力是有够的。未来提拨台北市的高龄长照补助款，预计每年挹注3亿新台币。第一年如果市府没有编列预算，我们先有预备金支应，我们不会挪用，也不会影响到现有卫生局原本的公卫补助款。这次竞选办公室的政策总顾问李宏源前部长。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也伫今仔日推出多市再生政策，佮宣布竞选团队的市政总顾问是由前内政部长国民党的李鸿源来担任。黄珊珊佮一摆讲要拆除第一殡仪馆，先做立地，落尾透过公平参与来决定未来的使用方向。第二殡仪馆墙边被规划做礼仪服务中心。1殡2殡大家都要拆，大家都要移，大家都不要，但是谁来做？柯文哲市长上任才做。他们不是都说柯文哲市长都没有做事吗？那奇怪，怎么突然间2殡又变成大家既定的东西了？是谁割到尾呢？好，谢谢大家加油！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早时原本要甲前篮球员陈信安拍篮球，不过来到新城球卡，现场保全以行政中立官职，技术团队入去球场，敢若会使伫外口看。不过体育局落尾表示是保全5会规定，陈时中伫现场嘛讲出一堆运动政策的想法。那怎么样有一个更适合的场所？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家这种经常在打篮球的人他们的想法跟希望。但是中国回应公共变数政策影片的偷看争议，伊讲若是有需要检讨的所在，会随改正，要是会相信团队。记者郭敏章、随林有开郑派文台北报道。年底9合1的选举，伫9月初2的时，参选人拢已经完成登记啊，选战嘛已经开始起鼓啊。全教总就呼吁参选人嘛爱关心教育议题，嘛有公布全教总对地方的教育政策的一寡看法甲意见。因是望讲参选人会当来关心，嘛会当回应，也是采纳做政见。因嘛讲，这政见欢迎候选人拢来抄。我们放弃今天所有的版权，欢迎各县市候选人抄袭我们的一个教育政见。公开声明放弃版权，全教总推出地方教育政见，欢迎朝野政党加参选人采纳使用。教育预算要不得低于前3年的年度决算的平均值的23%，依照这个教育经费编列管理法来编列以及使用教育经费。很多县市的原额控管大概都达到10%、11%左右，造成这个教育品质的下降，以及这些代理教师他的劳动权益被剥削的一个情形，他的原额控管应回到法定的8%。全教总整合教育现场加教育当前关注的议题，包括教育经费权利。落实行政减量高减少对学校的访视项目，保障代理教师权益，也要降低原业管控，将合理化原业转做正式教师，搁重视私立学校的就学管道。另外，特教层面应该爱降低班级师生比，政策甲规划也需要重视教师意见。幼教层面同款是希望会当互师生比降低，搁提悬幼教工作者的待遇，改善硬体环境。优先降低我们幼教的师生比。这些护理师比起在学校里面，他宁可到外面的诊所。县市首长的候选人，你上任之后应该承诺对这些辛苦的幼教相关的工作者提供一定条件的劳动待遇。张教总认为，选战应该是爱回归到政绩的比拼甲政策的论辩。所以提出教育政策，互各县市的参选人参考，期待会当经过良性竞争，实现教育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中国四川发生规模6.8的地震，深度敢若16公里，死亡人数目前知影有46个人，另外还有16个人失踪，也有超过50个人受伤。中国即马已经把救灾应变的级数提悬到第3级。若地震发生的时，伫成都甲一寡城市是当得封城，民众是封规定袂使出门的。也毋过真是害甲伤食力啦，真侪人无咧管居家令，逃命较要紧。救难人员伫咧即栋已经严重变形的厝内面，伫砖仔土架内面，甲民众救出来。边仔也有消防人员用手伫咧搬石头，看敢也有人。
目前救援队伍陆续到达镇中，以抢通一条救援通道。现在有人员被困，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使用生命探测仪。四川省甘孜壮造自治州罗定县炊锅发生规模6.8地震，造成死伤甲人员失踪。晋江莫西镇、影高镇通讯拢未通，真侪厝已经倒去或者是厝去，路也拢未通，得到电的山片规个厝内。甘孜雅安等地有部分变电站也个输电线路故障，当局部署超过500位救援人员，先将路中的石头搬开，或车先过。这是刚刚落下来的石头，这个是前往莫西镇的道路，路中间的裂缝很宽。目前甘孜雅安已经成立庇护区，安置几多万居民。BBC 报道，有民众讲，地震发生迄当阵，路就敢若是海洋共款一直海，有人伫厝内看到壁顶的冷气落来。社区内所有的狗开始做伙吠，实在是真惊人。包括城东在内，四川真侪所在拢伫咧实施防控令，也有居家令。有居民讲根本就无伫咧插防控令啊，也有人甲高风险隔离区的铁门暂开，也有人甲厝内电视海影片放伫咧社群媒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那伫加拿大的萨克奇湾省市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有造成10个人死亡。警方即马表示，2个嫌犯是兄弟啊，不过其中有一个嫌犯已经死去啊，另外一个还搁在逃亡。警方收到证实，萨克奇湾县原住民社区凶杀案的凶手是兄弟关系，数百警员出动追捕。31岁达米恩证实已经死亡。His body was located outdoors in a heavily grassed area in proximity to a house that was being examined. We can confirm he has visible injuries. These injuries are not believed to be self-inflicted at this point. Miles Sanderson, Damien's brother, may have sustained injuries. He may seek medical attention. We can't say one way or the other if Miles was involved in the death of Damien. It is an investigative avenue that we are following up on, but we can't say that definitively at this point in time. 警方表示，就算迈尔斯受伤，不过伊提武器逃亡依然是真危险。伊面临3项以及谋杀罪指控，搁遭到通缉当中。另外，伊早都连续砍杀人身甲财产的犯罪记录。Now I'm terrified to go to sleep at night. Terrified to open my door. Yesterday I was thinking that could have been me. 这是伫萨省用刀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一寡受害者好亲像互伊针对，其他受害者明显是随机遇害。警方表示，目前也无法度讲伊的犯罪动机，不过当地原住民社区高层发表声明，暗示可能甲毒品有关系。伫向礼拜加拿大真正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和这个发生伫原住民社区血案特别引人关心。总理杜鲁道是真着惊，佮心痛，强调袂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行台了，来欧洲。欧洲即阵有能源危机，加上通货膨胀，这是引起社会不安。伫这起极右派就招7万人伫首都发起反政府、反欧盟的示威，这嘛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上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另外，伫意大利，有民众走上街头烧电火钱的笑单，抗议能源起钱变薄，日子真歹过。那伫德国，有几若千人抗议生活开销，即马是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沉重，要求政府爱提出办法改善。示威民众大声咧喊总理辞职。捷克极右派的人士伫个顶礼拜六招7万人上街来示威，来表达出对反政府、反欧盟，也阁有反北约的诉求。因为俄乌战争致使欧洲的能源欠缺，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6月就捌有8万人伫个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上街来抗议，要求着要加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这场7万人集做伙来反映出欧洲不安的情绪，对经济、碳价、政治，搁较来扰颠动意识形态的纷争。Fialova vláda je možná ukrajinská, možná bruselská, ale rozhodně to není vláda česká. Česká vláda hájila by zájmy svých občanů. 捷克总理费亚拉伊回应讲，这场示威活动是亲俄势力因这款极端立场来违反捷克的国家利益，嘛是不满能源，还阁有食品价销大起。
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数十人上街，甲哨单甲烧掉来抗议，讲因无想要替别人的战争甲危机来，互人掠水鬼咧踢暗坑。宜兰是有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士，拢入去世界天然气博览会会场，用野漂语来抗议石化燃料漂流，还有欠缺对应气候变迁的政策。德国的城市莱比锡嘛有数千民众上街抗议生活成本贵松松，还有能源价格一直起，要求政府都要提悬工资。Ich bin hier, gegen die grassierende Inflation zu demonstrieren. Und ich bin hier, für dass die Übergewinnsteuer einkassiert wird und dafür. 俄乌战争造成能源危机，嘛豆豆啊，互欧洲的社会咧发价。伫西欧的德国、法国、瑞典这国家，伫顶礼拜六，拢已经有煞咧来找出对应的措施，因设法预防天气转冷了后有可能出现的社会不安的现象。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继续来关心美国联准会9月1日拍算的个调悬利息升3码，美元指数嘛创下20档来上悬，各国即马钱拢变细钱。今仔日咱新台票继续落，台票换美金盘中上价是30.825块台票换1块美金。分析师是认为讲，落甲剩31块台票换1块美金嘛是有可能的。最近新台票是一直贬值，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已经超过30.5块的红线，向31块慢慢接近。虽然央行采购公布无放手予新台票贬值，会进场调整，按过采纳台票换美金汇率。开盘是上升后落，盘中贬值一直扩大，中落破30.8块。9月21美国费德会升息嘛，像我们顶多就半码到1码。21号以前来讲，台币是有机会看到30块。按过外汇分析师预测，2019年31.74块的红线，迄时阵美中贸易战上大利空，即摆央行会收会调。7月份的话，贸易顺差还50亿顺差，不至于有大幅贬值的空间，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到32，相对会守在这31.74以前。资金撤离，新台票一直贬值，冲击台股。早盘上悬有14789点，盘中小起将近30点，暗过11点过后马上反转反乌。证券分析师表示，台股量无够，万事关卡恐吓走袂调。台股的月线跟季线都是持续的一个下压，这2道重压仍然是需要去量能去化解。美国的一个通膨状况，欧洲的通膨状况压不下去，央行在加速升息的话，那或许是有在破底的一个可能。分析师表示，美国通货膨胀等好，暗过欧洲通货膨胀比目大，可能第4季的引爆。那升值性存款继续，资金恐吓一直撤离，下半年台股反弹压力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境，海巡是透过雷达发现台中高米湿地头前的海域，有渔船违规用拖网在讨海在掠鱼。海巡虽出动无人机，确认违规的事实了后，即马这只渔船相当会罚15万。这只渔船当伫咧海面作业，地点就伫咧台中高米湿地头前面的海域，离岸边也无到3海里，煞是用拖网的方式来掠鱼。海巡接到通报，用无人机为空中收证，确认违法的事实明确。有一艘渔船疑似于3海里内违规拖网，立即指挥无人机前往查证，并成功完成违规收证。海巡第3划船队测试完整翕到渔船违规拖网的过程，要函上主管机关处分，通照违反渔业法，罚3万至15万的罚金。学者表示，撤掉风台警报了后，都未少渔船要赶紧出海，利用风台前后，鱼仔会离岸边较近的特性来掠鱼。但为着保护海洋资源，离岸3海里之内，都应该遵守禁止用拖网的规定。没有注意海底的地形或是人工鱼礁的位置，会造成一个环境的伤害跟一些海洋生物的消灭。要根据目前的渔业资源来核发拖网的数量，甚至它可以拖网的时间、季节、地点。透过良好的管理，其实拖网本身是一个正常的渔法。依照渔业署的统计资料，全台湾的海域拢咧用拖网掠鱼，其中台中海域拖网的渔船出入的比例上悬，偏好是第2，但案发作业范围应该伫离岸3海里之外，超过50栋的更加要退到12海里之外，而且渔船的数量甲地点拢会伫管制条件之下，才会当避免掠过头，去影响到生态。
记者转报道。那台中雾峰有一间农场，因为厂区内底的顶路莫大排气，造成乌油外泄。乌油是流到规世界，附近几啊十家的水稻啊田拢受害。环保局接到报案了后，即马确认事实，已经对业者开出罚单。那受害的农民是真无奈，伊是希望政府爱主持公道，爱出来爱叫业者爱出来收尾爱处理，毋是罚钱准线。乌油位管线直接流入圳沟内底，台中雾峰北花路遮的农田这几天受到乌油污染。环保局的稽查人员到现场发现是当地一间农场的火炉莫大排气，还乌油流到规世界。当地农民表示，这因采用的水路有几啊公里长，防污染的水稻啊田恐惊有几啊十架。头前一条准沟藏喺下条咧，迄条准沟是透对遮来的啦。透到遮来的对啊。透对遮，那个对遐出去啊。看啊，好嗨就嗨啊，看要怎？啊，即摆就是讲看厂商啊，甲政府要处理无安尼尔。初六早起，农场的人员继续咧清圳沟内底乌油甲杂草，排气的火炉嘛当咧修理。业者表示，敢若是因为车时做风台机器各样扫地，会电出生意，担起赔偿的责任。环保局嘛要按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28条，甲业者罚1万以上600万以下。当然是我们就是要负责任啦，但是大家都是要互相体谅一下，因为不是说因为业主是够也你听我说，大区块的负责，老实说，我们小本经营也是有困难。对吧？但是我是说，我们的诚意是一定要给人家负责。环保局会依水污染防治法28条，从业者1万到600万以下的罚款，并要求沿岸的灌溉渠清理。这污染农田部分，要求业者跟农民来协调来改善。市府表示，会要求业者主动甲当地农民谈赔偿，除了来卖查验受污染的农田，若准超过使用作物农地土壤污染管制标准，按照土壤甲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的规定，业者嘛爱担起整治土壤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要提醒乡亲，伫厝内面的物件，若是有尖的、长的，拢一定爱藏好好势。台东有一个查甫人，今日早起踮厝内举马椅爬悬要摕物件，全无细字摔落来，一支吊锤拄啊好伫边仔，伊全去拄着伊的面，互伊流血流滴，赶紧叫救护车，加载无性命危险。初六透早5点外，台东消防局接到报案，有一名查甫人伫厝内互吊钩仔插烫过，救援人员到场发现是吊钩仔位下骸插烫面的，而且还佫留一大块伫面的外面，无好搬运送医。救援人员只好提出机械切断吊钩仔，才顺利扛上坦克送医。家属向救援人员讲，迄当时查某人要爬楼梯摕物件，吊钩仔也好好的放伫边仔的架仔顶，毋知影安怎，遐尔多好设伫放吊钩仔的所在。它好像是坠落，就是要去确认掉落物，楼上的掉落物之后不小心掉下来。这名查甫人送去了后，性命现象稳定，也毋过开刀提出吊钩了后，也爱送交互病房观察。根据卫福部针对居家环境安全的建议，较会造成挂伤、尖的物件的物品，千万爱收好，尤其是尖的、较会挂伤的物品，毋通放伫楼梯口、浴间仔门口顶，较会造成绊倒的所在，有防地处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有民众是因为老爸破病去住院，住院时因为参加病院共同照护计划，也就是讲一个看护共时间照顾几名的患者，也毋过毋知影中间出现啥物款代志。伊讲伊的老爸跋倒了后，全不幸过往。尾仔伊是指控讲，一个调查才发现讲，这看护毋是专业的，那亲像是一间清洁公司的清洁人员。想起爸爸都忍袂牢哭出来，伊是着晓心。爸爸因为破病住一位精总新竹分院了后，并没有参加病院的共同照护，也就是一个看护照顾真侪病人的方案。啊，毋过煞伫住几工了后，因为跋倒不幸过身。一对早才发现病院所签约委外照护员公司，疑似是一间清洁公司，而且为经济部公开资料当中，查无任何公司设立登记的资料。卫福部的网站顶悬也无任何登记资料。平华公司。它不是看护公司，它是清洁公司。为什么可以当我爸爸看护，而且他一个人要看8个？我就是上网查，它是限制性招标，他居然用导标的方式转给清洁公司。
陈建民仲表示，老爸过身进行商验时阵，有证人表示会发生这个意外，是因为迄时阵病床边的床单根本无救起来，所以才互伊质疑。这公司是不是合法存在，或者是一个非法地下公司？看好是不是有专业证照？已经委请律师对查病院伫招标管理所谓委外单位是不是有疏失？那这个庭辉有限公司，它是一个人力派遣公司。跟看护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派遣清洁人员等等那到底派遣过来的看护有没有具看护的资格？那这个是值得怀疑。医疗机构外包业务，那个卫福部也有定一个医疗机构业务外包作业指引。那不管怎样，他如果是做采购或者是用其他方式，他也要符合相关法令的规定。卫福部表示，无论是病院自聘或者是甲业者照护员个人提供，照护员本身拢爱有丙级或者是结业证明书，每年也爱做相关体检，才能伫病院做照顾服务，而且请时阵拢爱检视相关条件，有符合资格才能聘用。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台北捷运的邦桥站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涉嫌伫车头随机攻击一个查某乘客。即马即个加害人伊的老母是出面替因囝求情，讲因囝是因为情绪无稳定才会起攻。也毋过即马因为受害者受伤的女性坚持要告，所以专案已经以伤害罪罪嫌移送法办。穿蓝色衫的查甫人向一名乘客一直溜，突然回头开始捡散伫涂骹的物品。旅客进站看到这款的情形，惊甲赶紧走。你冷静一点哦！你再激动我就上铐哦。警员协助到场，压制袂掉查甫人激动的情绪，最后实施保护管束，将人带回，因为伊伫捷运站涉嫌随机攻击。男子无故徒手朝女子头部挥拳，员警到场时，该名男子仍不断谩骂，警方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将其带回派出所管束。这是发生伫顶个月初三，警方表示，姓李的查甫人甲姓吴的乘客伫台北捷运邦桥站小相心，就向对方的头壳无有劲扑落去，搁伫站内大吵大闹，受气将家己的牌仔摔伫涂骹。伊的母亲讲，囡仔一时情绪无稳定造成的，也毋过受伤的查某囡仔坚持提告，互警员以伤害罪嫌带回警办。他们两个并没有认识。他这次动手原因是因为之前腹部有开刀，非常的疼痛，忘记吃了止痛药，所以才会随机攻击那个不认识的民众。像这类失控的行为，捷运检察队表示，今年到8月已经发生19件伤害案件，车手7件上侪。过来大厅甲柜台也各有4件甲3件，警方提醒，拄到可疑的人也是代志，一定提高警觉，随时向站务警员也是警方通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转运站对7月底试营运，甲搭有整合国道市区的客运，和旅客交通更加利便。即马花莲为着要拼观光，嘛知影讲旅客来到这佚佗，行李大包细包，甜卡半手，影响心情。所以即马是推出，互你空手观光的服务，免钱替你甲行李先送去饭店，有影是真大心。这是花莲火车头头前专门整合客运的升级转运站，7月底试营运了后，国道市区客运有16条路线伫这汇集，为整合所有资讯，官府设电子看板，包含行车甲观光资讯，拢有伫这公布。我们现在整合的所有的旅运资讯，不管是加快脚步，或者是放慢行程，有一个更智慧化的一个服务。樱花为了让旅客用更加轻松旅行，官府佮推出空手观光，旅客到花莲了后，用先去各地旅游，免烦恼你的行李。他的行李我们先帮他送到饭店，他这个先到市区或是周边，有一些旅客可能他要离开了，他的班车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可以暂时先寄放行李在我们的这个转运站。安尼服务目前到年底拢袂收钱，甚至到南区玉里拢有服务，互旅客感觉真大心。因为像我昨天是住这附近，但是明天会移到比较靠七星潭，就是他有这个服务的话，应该是会更好。县府强调，目前已经甲100多间旅宿业者合作，游客无论坐火车或者是客运到花莲了后，应将行李交由花莲转运站，托运到合作的饭店，透过人甲行李分离的双轨并行。记者综合报道。
那依然是拍算伫圆山旧军营去东湾公园，也毋过已经规划22栋啊，即马总算有淡薄仔进度。园区内底18栋建筑物，伫2栋前有12栋已经改读文资的身份，所以主建筑的工程即马有机会伫明年会当开始动工。怪手一直咧画，要甲园区内底的老军营甲拆掉。这圆山公园预定地内底的军营，过去捌用登录做历史建筑，无法度甲拆除。即马地方认为讲会影响到园区的开发，还佫有真歹看。东湾公园从2000年开始到今已经22年，拢无啥物进度，一直到2020年，园区的18栋建筑有12栋改读文资身份了后，进度还是真慢。地方认为讲骹手爱较慢咧。东湾公园吼，阮是因山乡大家望，希望讲紧完成吼，或者地方大家来使用来遮行佚佗。圆山东湾公园开发预定地原本是外圆山战车营的所在，伊起伫1962年。即马遮内底有营本部宿舍，还佫有弹药库，这是宜兰建立时间上介久的这个装甲营，而且是战车2级的守护厂。伊的面积有3公顷，已经ฮ็伫遮用真久啊。县府拍算要甲开始1号，要来甲活化这个营区，要来甲做一个地方的文化景点。那个主建筑这个展馆的部分跟其他的设施哈。现在已经到了西部设计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修正。东湾公园即马当咧做环境景观工程，还佫有基础建设工程，总经费是7058万。县府讲，东湾公园主建筑还佫有其他的设施工程，即马已经来到较有路的施压的阶段，拍算明年就会当开始来动工，煞后经费会当甲中央来争取。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伫今仔日开记者会，因是表示讲，中港台积电继续扩大厂房，用水量一定是真惊人，会是即阵的4倍。政府若是无先做好规划，毋是台积电欠水，就是老百姓欠水。伊是呼吁政府好天就爱即荷来牛，爱先做好规划。台积耗水紧急，大声咧喊口号，呼吁政府都要注重极端气候。台湾拄碰到欠水的困境，包含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这个环保团体，伫咧初6和日尾来举行记者会，强调讲，规台湾第一个用水大户台积电，伊的全台大户来扩张新奈米的制定的厂房。并且伫这个2025年的前后，刷咧来量产，估计用水量会增加4倍，差不多是77万吨。假使讲台湾若是讲真欠水的情形下，刷咧来发生，台积电有可能会因为欠水无法度来营运。不只是公园用水，我们的民生农业也是一样，它的压力非常的大。那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来源、更好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水资源需求大，但是我们的来源可是慢慢减少的这种困境呢？环保团体批评讲，政府欠缺总量管制的做法，这就是咧抢劫咱后一代的生存权。参加这个会议的立委因要求政府一方面提升工业大户用水的效率，一方面就要保障民生用水。不过因嘛批评政府讲要开征用水费，到尾啊煞无影去。经济部的这个112年的这个施政计划里头，很清清楚楚的才说要这个开征这个耗水费，在上个礼拜又说要还征。这根本就是欺骗立法委员嘛！下了一场雨，然后他就说要还征耗水费，可能又因为选举，所以又不征收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未来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政策，就是谁用水要自筹水源。环保团体认为讲，台湾当咧做官用水、官用能的这款产业扩张，因一直咧把这个用水对农业甲转向工业去，安尼煞来造成官污染、官排碳这款农业恶化去的现象，应该都要互这个水价合理化，安尼才当来保障咱的民生用水，落实用水的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关心天气变化、高变化，而且热人的时阵，雨水嘛较高。伫永早3、4月啊，就会开花的咖啡树，即马开花结籽的时间嘛拖搁较晚。加上天气热，病虫害嘛侪，嘛互种咖啡的农民头壳摸得烧。台中当时半山头遮，农民当咧巡咖啡成长的状况，毋过即马已经热人啊。照理来讲，已经毋是开花的时期，煞因为热人的雨水较侪，咖啡树搁咧开花。超在3月、4月以前一定都开完了，现在等于是已经没有，不是开花期了，开花期早就过了，所以它现在开花出来的结的果那个品质就不好。
咖啡树的生长期暖气，加上天气热，病虫高生团，农民透过定期修剪树尾来预防。另外，也要注意养分的吸收，季节敢有闭气，才通按照色水来种咖啡豆。我们要采收够红的，就是要最少就是要大红到黑红色这样，那种的品质会比较好，它的甜度会比较高。如果是粉红或者是淡红，它的甜度可能在15、16度。可是如果你有到鲜红，又或者是暗红的话，它可能会到22到23度，20到23度左右。最近气候搞变化，农民管理无简单，就要更愈用心来看顾，维持当时咖啡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来义乡对去年开始出版乡刊，记录部落的人文甲景致，要互人了解来义乡的排湾族文化。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真吃力。公所即马是推动鼓励大家买这本杂志来做公益，甲赚到的钱摕来买防疫物资，来救助当地较弱势家庭，也有独居的老大人。掀开来义乡的乡刊，地方的人物故事呈现伫眼前。这是由屏东县的独立册店替来义乡创办，来记录部落的人文特色。若要传承排湾的文化，嘛要互愈侪人会当了解。每一册我们公所都非常用心的来编辑，我想都受到乡亲朋友非常喜爱。来义乡刊介绍每一个角色的族人，看到因伫咧日头下拍拼做工。看到来义乡的山水生态，看到部落的食食甲拍蜡文化，对各方面来呈现来义乡这个所在。山林文化作为主轴去发想的一个内容认购我们的乡刊作为我们的专款专用，就是买一些防疫物品，我们送到独居老人或一些弱势家庭这样子。因为今年疫情正严重，来义乡公所推动买乡刊做公益，设立乡刊的爱心专款，投入乡内防疫，也有救助弱势甲家己大的老大人，希望大家会当来相听。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分林轮背日轮西里是咱台湾照安客家族落人口上捌的所在，毛保存照安客家的客语的腔口，也有传统民俗技艺，也有好食面这物件。分林县即马有推出照安客家文化节，活动有1个月遮尔长。那重头戏是正青人会点到火把、游客装。长老长的一排人，大家即马看起来就会亲像一只火龙。点火了后，为期1个月，分林客家文化节就正式起稿。社区居民甲囡仔举火游庄，向顶过去伫客家庄头，为着要放插头，大家就伫暗时举火巡逻。即马当年中秋节拢会举行灯笼火迎暗景，上顶团成。很好玩，怎么样好玩？就是举火把的时候。灯笼会暗景，所以其实已经传承了100多年。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也中断了30几年，在2006年再重新又找回大家共同记忆。除了中秋的灯笼火迎暗景，今年分林客家文化节各展出无形的文化资产，用米拉卜卦、就感动拜启王的仪式等等，也办布地戏的课程，和社区的囡仔合适来南布地戏。20外场的特殊活动，要吸引游客来体验客家文化。来深入的了解我们招安客云岭招安客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底蕴。那这次呢，我们同时就是在推动文化的同时，也希望带动观光。另外，为着要庆祝西里大桥完工70周年，西里公所伫中秋假期嘛要举办西里大桥文化节，以艺术文化、游乐园、亲子活动、音乐甲山野观光5大主题，吸引游客来欣赏西里的美丽。记者综合报道。当年9月份的头一个礼拜日是玻利维亚这个国家的无车日，伫这一天，因全国是过路人上大。汽车袂使驶上路，民众会当伫大路运动、跳舞、踢球、踅街，规条路拢无车，拢离的。有人带着拉丁舞曲伫咧跳有氧舞蹈，有人伫咧练跆拳道。
这边也有囡仔伫咧踢骹球。咱以前定定讲，伫咧路会算真危险，不过到月初四即天，伫玻利维亚各大城市路会做即款活动，拢真安全。因为每年9月第1个礼拜日是国家规定的行人加自行车日，不准赛车。普隆是定定踢车的城市拉巴斯变做真无共款。Y no solamente la contaminación de los autos, que ya es demasiada, sino hay una contaminación auditiva en el sentido de bocinazos, inclusive manifestaciones y demás cosas que vivimos cotidianamente los paseños. Pero hoy sí, la ciudad está tranquila, realmente parece otra ciudad. 无车的排气空气污染加噪音，大人会当真安心刹阿兄仔车，带囡仔出来耍，会当伫咧路骑脚踏车，路边也有萨克斯风的表现。伫咧经过疫情种种限制了，大家拢感觉这款活动真珍贵。 Que nosotros estamos saliendo de una enfermedad que es el COVID y necesitamos realmente respirar el aire fresco, el aire puro, y esto debería hacerse más seguido, ¿no? Por lo menos unas 2 veces al año, porque el congestionamiento que existe a diario es tremendo, diario, día, mañana, tarde, noche. 伫18年前，玻利维亚就城市实施无车日，因为真受欢迎。到2011年，国会宣布为了要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每年有一天定做行人加自行车日。这项活动让城市回归安宁加清洁，也让人类意识到，只要咱做出淡薄仔改变，生活品质就能提悬真多。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坐马车游览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对观光客来讲是真清幽。严格进前，就有人翕到讲，这马野是热干那掉沙，也是营养不良，才摕伫路边，引起争议。所以纽约政府市议员是提案停止观光马车，改用电动车。 坐马车踅公园凉西啊凉西，真侪人拢捌伫电视、电影内面看到这个画面。美国纽约的观光马车一直是当地旅游的焦点，但是纽约市有一个议员提案，2024年6月要用电动车完全来取代马车。原因是观光马车看起来浪漫，其实是非常无人道。动保人士真侪年来拢在批评，马车踅的所在曼哈顿是一堆车真吵，空气阁歹，最近阁拄着烧热，那坐马车根本就是咧苦毒马，加上部分看马。 嘛无对马偌好，互因过路营养无够。顶个月就有一只马是忝甲倒伫架仔顶。It was my worst impression, really worst impression of New York, because when I came to Central Park and I saw all these carriages and all these horses in full heat, my impression was that they don't get enough water. 部分马车的经营者认为讲，因拢唔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无可度马嘛袂当接受電動車來取代。 The carriage I work on has been, family business for 40 some odd years. Nobody wants to drive an electric golf cart because that's what these things are. 新提案是需要26票同意才会当通过，目前提案的议员是有14票的支持。不过因为当地运输工人工会是强烈反对，要过关是无遮简单。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下晡报天气变化3款，来看各地头的温度。 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 外岛的温度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